嗨嗨，我係小藍啊，我哋又出去遊山玩水啦。已經踏入咗冬季啦，但天氣仲係間中有啲悶熱。今次就揀咗去荃灣西，因為呢行程非常之輕鬆，又唔緊湊。我哋會去睇花，去食甜品，去遊覽呢個歷史建築物，仲有睇夜景添，就唔會搞到自己大汗淋漓啦。今日嘅第一站，先就係喺荃灣西嘅如心廣場嗰度乘搭51號巴士，就可以直接上到去大帽山嘅入口荃錦管理處同埋扶輪公園噶啦，既可以欣賞櫻花之餘，亦都可以飽覽荃灣同埋青衣一帶嘅景色噶。荃錦管理處一帶嘅櫻花呢，都係山櫻嚟嘅，佢嘅特徵係一啲濃豔嘅緋紅色啦，同埋呈現下垂嘅吊鐘形態。至於扶輪公園嘅櫻花呢，暫時就仲未盛放啊，真係非常之可惜啊！唯有向山下嘅市區再揾其他嘅景點啦。我哋都有揾到昂船洲大橋同埋青馬大橋嘅。沿住斜坡嘅公路向下行，大概半個鐘到啦，就可以嚟到呢一間龍記士多噶啦。呢一度有點心，有早茶飲，仲有得買西洋菜添。不過我哋今次就係嚟食咗碗豆腐花嘅。呢一碗豆腐花嘅形態有啲奇怪，食落去就好似食緊豆腐糕咁樣嘅，真係好怪。唔知你哋有冇食過呢？但呢個豆腐花好似豆腐糕咁嘅。豆腐糕啊！試下先咯。繼續往山下邊行，大概唔使1個鐘到啦，就可以嚟到今日嘅焦點江坂田村噶啦。呢一度本來係一條歷史悠久嘅寮屋村落嚟嘅，早前居民多數都係以務農啦，同埋飼養牲畜，特別係養豬為生噶。後來呢一度因為農業式微啦，都逐漸轉咗型啦。呢一度曾經亦都盛產過大樹菠蘿噶。近年呢一度嘅村民就同義工合作，喺村裏面嘅房屋嘅牆壁上面大量咁畫咗好多好可愛嘅兒童壁畫，仲記錄咗昔日嘅農村生活。呢一度仲被譽為港版嘅彩虹眷村添啊！壁畫嘅數量分佈呢都幾集中噶，只要行10幾級石級上去，沿途都係打卡點嚟噶。嚟到呢一間好老字號嘅民豐，買佢最出名嘅糯米糍。呢一度嘅糯米糍有好幾款口味，都好多人買㗎。例如係開心果味啦。以往呢就曾經買過佢嘅麵餅同埋煎蘿蔔糕，今次呢就試下紅豆同埋花生糯米糍，每件都係7蚊。如果要買其他特別啲嘅口味呢，就要貴幾蚊㗎啦。哇！今日星期日啊，唔嚟都唔知道，原來要排住隊落單先可以買到佢啲嘢食㗎。繼續行程，向住工廠區嘅方向行20分鐘到就可以嚟到南豐紗廠噶啦。已經幾年冇嚟過呢一度啦，今日嘅紗廠好似多咗好多嘢睇喎。外牆仲添加咗一啲新嘅油彩，廠裏面又多咗一啲各式各樣嘅節目佈置。我哋呢就參加咗個免費嘅40分鐘導賞團，了解咗工廠嘅歷史啦，同埋當年紗廠嘅運作。又欣賞咗嚟自哈薩克藝術家嘅中亞傳統羊毛氈同埋布料嘅收藏展覽，真係一個好有特色嘅旅程啊！
時間關係是但啦嚇，即係會咁樣。哦，咁樣可以整個花花，即係一層一層咁樣整。有啲兔仔餓，於是就去咗南豐紗廠嘅商場裏面揀咗呢一間餐館食少少嘢。店裏面嘅環境佈置得非常之豐富啊，周圍都擺滿晒一啲可以觀賞嘅擺設，成間店都充滿住田園嘅氣氛，我真係好中意啊！哇，仲有歌手彈吉他表演添啊，同埋有一啲棋類嘅小玩意俾食客去消閒㗎，真係可以喺度 relax 翻一個下晝啊！我哋就叫咗個千島菠蘿雞薄餅、喇沙意大利麵、沙律、花茶，仲有雪糕添。食飽咗之後，差唔多時候可以去欣賞黃昏嘅景色啦。行20分鐘到就可以嚟到如心廣場41樓嘅免費空中花園啦。呢一度其實係酒店嘅高層走廊嚟㗎，連接住高層嘅房間同埋宴會廳。雖然佢呢度冇酒吧嘅服務，但係能夠可以嚟呢度享受片刻嘅黃昏寧靜，喺市區中心嚟講真係唔錯嘅空間選擇嚟㗎。今日晏晝嗰餐實在食得太飽啦，所以嚟到而家都未有意欲食晚餐添。於是我哋喺內街道行咗一陣，就遇到呢一間懷舊老店，叫做鴻輝記。我哋入去又食咗2個甜品，我哋叫咗一個雙元麥子米露同埋木瓜燉雪耳，真係好潤口啊！就結束咗我哋今日嘅行程啦。影片中嘅重要內容，例如係地址等等，大家咧可以喺下邊嘅資訊欄嗰度揾到㗎。請大家繼續支持呢個頻道，點讚同埋轉發啦！我哋下次會去另一個風景區㗎，到時見啦〜